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發仔，想問下大家喺我哋童年嘅時候，你有冇睇過問問 Master Joe 呢個節目呢？經典回顧，問問 Master Joe 背景小資料，可能大家都記得個節目，但未必記得佢嘅底細。呢個節目其實首播年份喺2008年正式首播，係 TVB 翡翠台一個非常轟動嘅兒童科學教育節目。節目宗旨用超前衛嘅科幻短劇形式，將平時覺得好深奧嘅科學理論，例如物理、化學、大自然現象，用最簡單易明嘅方式解釋俾小朋友聽。運作模式，每當 Master Joe 喺佢嘅秘密基地工作室收到小朋友傳嚟嘅生活疑問，佢就會好似指揮官咁分析，再派遣工作室入面唔同功能嘅 AI 助手出發，去現場幫小朋友手解決難題。大家實記得最早期住住銀色未來感貼身衫，同 Master Joe 一齊合唱主題曲嘅 AI Rabia 楊樂婷啦。喺我哋童年嘅時候，放學睇電視，見到 Master Joe 喺工作室一聲令下，派唔同嘅 AI 出去幫小朋友手，而班 AI 又會好似機械人咁做晒動作，講嘢斷下咁話 Yes Master Joe， 真心覺得超級型。幻想自己大個咗，工作室都可以有班咁樣嘅人工智能幫手。由2022年嗰一刻開始，科幻情節正式落入現實。當年覺得好遙遠嘅科幻情節，自從2022年11月30號 OpenAI 正式推出咗 ChatGPT 之後，呢個童年嘅幻想世界就真係一發不可收拾咁變咗做現實。估唔到，轉眼到咗2026年。我哋身邊雖然無處銀色衫嘅真人機械人，但 AI 助手已經無處不在。以前係 Master Joe 喺工作室派 AI 幫小朋友解決問題，而家發仔我自己做數碼創作、剪片、寫文案，甚至大家日常返工返學，隨手開個電話、電腦入面嘅 ChatGPT、Gemini 就已經變成我哋工作室入面專屬嘅 AI 助手，隨時聽我哋張羅，幫我哋搞掂各式各樣嘅難題。只要你俾個指令 prompt， 佢哋一樣會好似當年電視入面咁幫你搞掂。由童年電視機前嘅幻想，到今日真真正正用 AI 去幫手創作，打開世界，呢種感覺真係好奇妙。睇到呢度嘅朋友，以前我哋一齊睇電視長大，今日我哋一齊見證科技變成現實。如果大家覺得發仔今日呢番話講得好夠清晰，資料夠晒詳盡，又勾起你嘅共鳴同童年回憶，麻煩大家動動手指幫幫忙，點讚 like 呢個內容，訂閱 subscribe 我個頻道，分享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，同大家一齊分享呢個由 AI 前身回憶變成現實嘅奇妙感受。你哋嘅每一個支持都係發仔繼續創作出好內容嘅最大動力。快啲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當年你最中意問問 Master Joe 工作室入面邊一個 AI 助手啦。